呢度係香港樂齡指南，你嘅退休生活小幫手。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管理好自己嘅強積金、股票、物業等等，但係有冇管理好你回報率最高嘅一項資產呢？點擊返訂閱，即刻話你知啦。喺開始之前，必須要同大家講清楚嘅，我哋今日分享嘅內容全部都係基於公開資料嘅教育參考，絕對唔係醫療或者財務建議。所有行動之前都務必諮詢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啊！試諗一下，65歲退休，積蓄有300萬，點知退休嘅第3年開始，血壓同埋膝頭哥都同時出現咗問題喎。每年淨係醫療使費啊，都可能超過10萬啊！呢啲都係好多人近在眼前嘅例子，令到佢哋嘅退休夢唔係被日常生活耗盡，而係被呢個醫療黑洞靜靜咁吸乾咗。正所謂困境必有出路，我哋要做嘅就係將呢個負債轉化為可以增值嘅資產。今日我又從呢個觀念、盤點、實戰3個步驟，教你點樣實踐翻健康資產管理法，將健康變成你退休組合入邊回報率最高嘅投資。咁第一個支柱係觀念嘅轉變。請你將身體想像成一間上市公司，你嘅飲食啊、運動、作息都係對呢一間公司嘅投資，而佢派俾你嘅股息咧就唔係現金啦，而係你唔使俾出去嘅醫療費啊。你穩定嘅血壓每年慳到8000蚊藥費，就係收到8000蚊嘅股息㗎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核心邏輯啦。咁第二個支柱，我哋要盤點嘅係資產。我哋唔好貪多，集中火力管理好決定你晚年生活質素同埋開支嘅兩大系統啊，包括咗心血管系統，即係你嘅流動資金鏈啊，同埋關節與肌肉系統，即係你嘅活動力資本。我哋先睇睇心血管系統。佢貶值嘅風險係高血壓、糖尿等等，最終可能會導致到中風或者心臟病。呢啲急症對於財務嘅衝擊有幾大？一次相關嘅手術，私家醫院嘅使費隨時超過20萬。我哋管理好嘅目標好明確嘅，就係透過日常嘅保養，確保呢個系統運作正常，避免天價嘅維修費啊！咁點樣保養啊？3招極簡單嘅。咁第一樣，多啲用芹菜啊、香菇呢啲自帶鮮味嘅食材，去代替部分嘅味精或者濃味嘅醬料，從源頭開始減少鹽啊。第二樣，可以去街市用你嘅拳頭去做一把尺，確保蔬菜嘅總量呢唔少於一個拳頭，保持每日嘅纖維攝取量。咁第三樣，食飯嘅頭10分鐘，好似完成任務咁啊，專心食晒啲蔬菜先。研究證明咁樣可以自然減低後續嘅食慾，輕鬆控制血糖。咁第二樣資產就係關節同埋肌肉啦，佢哋嘅貶值會帶嚟長期嘅痛症、行動不便，最嚴重嘅就係跌倒骨折或者關節壞死，會帶嚟幾大嘅財務衝擊。一次嘅膝頭或者關節嘅更換手術，10幾萬係基本消費啦。我哋嘅目標就係透過訓練維持功能，保住你周遊列國湊孫玩樂嘅自由活動空間。咁同樣都係3招咯，全部喺客廳可以完成到。第一樣就係坐姿太極啊，
坐喺張凳上面穩陣咁坐，極慢速咁樣輪流抬高膝頭，再慢慢放低返。呢個動作可以溫和咁幫啲關節潤滑一下，保持靈活。第二就係門框拉伸，扶住個門框，個身體輕輕向前傾，有效咁樣對抗到寒背，打開個胸腔，改善呼吸之餘，同時減輕腰背嘅壓力。第三就係廣告時間健走，每次睇電視賣廣告就起身行一行，全日累積起上嚟，不經不覺咧就會完成咗半粒鐘嘅運動㗎啦。對維持下肢嘅力量咧非常重要嘅。學咗個方法啦喎，點樣堅持先？關鍵咧就係在於我哋要建立一個可持續嘅系統，而唔係一個空泛嘅目標。我哋要將呢個想法先修正好先，唔好同自己講我要變健康，而係將行動變成一個具體、冇需要思考嘅程序。例如，我每日睇完廣告都會起身行一行。所以你嘅第一個任務唔係做晒所有嘢，而係呢個禮拜只係專注建立一個你最喜歡嘅微習慣，從第一個開始。為咗幫你更好咁樣完成同埋追蹤進度啦，我哋準備咗一份健康資產管理記錄表，你可以用嚟記錄你嘅健康股息嘅，睇住自己點樣一步一步守住財富。想免費獲取，即刻去我哋個網址嗰度睇多啲個詳盡文字版啦。同時，我想都邀請你留言俾我哋嘅，你最關心嘅話題會係啲咩呢？你嘅分享對我未來嘅內容規劃都非常之有價值㗎。管理好資產就係對自己最高回報嘅理財啊！退休講真就係為咗退而無憂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啟發嘅，幫手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開返個小鐘仔。我哋下一集會針對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，推出高血壓嘅飲食逆轉攻略，教你用具體嘅餐單同埋食材，為你嘅心血管資產強力增值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